约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今仔日上冷的所在是土横的杨梅，只有10度2。加上这个水汽充足，北台湾是湿湿冷冷。除了低温之外，还阁注意空气品质。这个大陆冷气团落人，阁来夹到中国的沙尘甲污染物，影响台湾。这北台湾受落雨，空气流流啊急加，也毋过中南部就要特别注意咯。一直到拜三进前，空气拢无好。 拜六礼拜拄过，拜一上班上课，煞是安尼湿冷的天气，受大陆冷气团影响，今仔日白地上冷，出现伫通远油门地界场，敢若10度2，加上水汽充足，北台湾感觉较湿冷。礼拜二白天开始，大陆冷气团减弱了。那同样白天开始，因为水汽也变少了，所以明天在北部地区高温就会从今天的15度回升到明天的21、22度。好佳再过冷一天，天气就会较回。不过除了天气无稳定，空气品质嘛要注意。自环保署的3天空品预报来看，拜一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带来中国的沙尘，好佳在局部落雨会较回。不过中南部也是有感觉是提醒。 拜二境外影响较细，不过中南部扩散条件无好，会累积污染物，所以高屏地区也是有可能是红色警示。拜三透早扩散条件较歹，爱中到了风速增强，空气品质才会较好，所以提醒乡亲，未来几天不管是天气也是空气品质变化拢真大，真正需要大家非常注意。